歡迎你翻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，我係甄梓晴。今日同你分享嘅呢本書叫做《適度工作》。你可能聽過呢句說話，去做你熱愛嘅事，咁呢一世就唔使翻工啦。意思就係當工作變成做你熱愛嘅嘢嘅時候，你就唔會覺得自己喺度翻工。喺2005年，喬布斯喺斯坦福大學亦都講過，揾你熱愛嘅事，如果仲未揾到，就繼續揾，唔好停。呢段說話當然冇講錯啦，但係任何道理都有佢嘅邊界。一旦人對呢道理嘅理解越咗界，就需要一啲唱反調嘅聲音嚟提醒。而今日要介紹嘅呢一本書《適度工作》就係用嚟唱反調嘅。作者係西蒙·斯托爾佐夫。書裏邊指出，現代人太容易將工作當成意義嘅來源，將工作當成實現自我價值嘅方式。你可能會覺得呢個講法太誇張。現代人唔係成日喺度呻自己份工，成日開口埋口都話自己只係為咗賺錢而翻工嘅咩？個事實係咪真係咁呢？我哋不妨諗一諗一個問題：當人哋問你做咩工作㗎？你會點樣答人？多數人就會直接話：我係老師，我係工程師，我係設計師。呢啲回答就咁睇好正常。但係作者話，有一次佢喺酒店問一個智利嘅後生仔：你係做乜嘢㗎？對方居然問翻佢：你係咪指工作啊？而嗰個後生仔嘅表情就好似作者問緊佢銀行存款有幾錢一樣。作者亦都指出，其實每個人嘅日常行為都好多元化，尤其喺美國，你係做乜嘢㗎？呢一句幾乎等於直接問你靠乜嘢賺錢㗎？揾錢嘅方式成為咗定義我哋人生嘅標籤。雖然書裏邊好多以美國作為例子，但係呢一種現象其實好多國家都存在。尤其係白領階層，佢哋唔止靠工作賺錢，仲喺工作過程裏邊尋找歸屬、價值同埋意義。有一個記者叫做德里克·湯普森，佢稱呼呢個想法叫做工作主義。人類喺工作裏邊尋找意義，就好似宗教信仰一樣。我哋今日就由呢一個現象開始講。從人類歷史嚟睇，過去財富越多，反而工作越少，因為有錢就能夠減少勞動，將時間留俾自己。喺多數文明之中，閒暇係象徵住地位。好似雅典人認為閒暇係人生最高嘅價值，佢哋會用全日嘅時間用嚟從事藝術、體育同埋思考人生。亞里士多德甚至認為閒暇先至係人類行動追求嘅終點。但係作者觀察到，現代人特別係美國人早已經偏離咗呢一個方向。喺過去50年，雖然財富同埋生產力都提升咗，但有好多受過高等教育嘅人反而更加拼命咁去工作。佢哋唔係用財富去換閒暇，而係犧牲閒暇去換更多嘅工作。書裏邊亦都講到，美國嘅工作文化就好似係一個死循環，因為人成日喺度做嘢，一停低就唔知道要做啲乜嘢，亦都因為唔知道要做啲乜嘢，咁就唯有繼續開工。唔單止咁，我哋形容休息時常常係用充電呢個詞語，亦都流露出一種觀念，就係休息唔係目的，休息係為咗恢復狀態，以便再投入工作。書裏邊提到梅根嘅案例，梅根係一位優秀嘅新聞工作者，佢16歲就因為一篇報道攞咗年度記者獎，23歲被派去戰地，佢職涯一路都好順利，做嘅嘢都係佢熱愛嘅嘢，佢習慣咗高壓嘅節奏。有一次佢轉到一個工作時間較短嘅職位，反而覺得唔適應，唔係因為工作太過清閒，而係就算放咗工，佢都無法真正放鬆。梅根曾經試過放長假，但係佢只要一鬆懈，就會有一種一定要做啲嘢嘅衝動，唔係規劃之後做啲乜，就係開始寫新書嘅計劃。到佢真係開工嘅時候，又會自責冇好好休息。有一次佢去行山，原本諗住放空下，但係結果腦裏邊仲係不斷思考緊報道框架啊，同埋媒體模式。梅根後來自己都反思，佢話佢自己確實喜歡自己嘅工作，但係亦都成日心諗，我持續加入創業家會員，
同我哋踏上連續創業終身學習嘅旅程。成為會員，你可以足本重溫全部內容，系統吸收最重要嘅知識，人工智能、網絡營銷、團隊管理、個人能力，全部一次過學齊。我哋唔止教知識，更會定期安排見面同交流，互相督促，互相學習，一齊進步。創業家係一個你將來會慶幸自己早 subscribe 嘅 channel。會員專享包括 App 嘅內容庫、超過600小時實戰影片、超過300本讀書精華、專屬課程與工具包持續更新，每年3次個人諮詢，針對你嘅實際難題落地解決。如果你都想穩步升級，請即刻 Subscribe 撳埋通知鐘仔，支持我哋營運，立即加入創業家會員，